透早检练单位去高文地的徛街超4点外钟，落尾甲人带转去侦讯。高文地离开的时有接受采访，伊讲家己来去分明无问题，嘛批评执政党甲点调有啥物证据来搜查。好，听着，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，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、办公室，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。当然，我非常坦荡，我知道我没有问题。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，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，要做这个动作，就这样。好，没有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觉得什么不要预设立场。我们还是希望台湾的司法是可以被信任，但是这样，今天既然他们做了，他们就要说明说，他们今天是有什么样的证据，有合理的理由，要来搜索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，还有我个人的住家跟办公室，他们要说明。好，就这样结束。上待了4个小时，他们有证据。不好意思。